三个字的，早倒落当中，有够了，生命甲伊讲，后面一个迄个当中，后面看4篇62篇的5章，安尼讲，我安心听候着上帝，伊是我的唯一的希望，只有伊保护我，支救我，咱用华语的部分，咱做个读出来。 我安静等候上帝，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只有他保护我、拯救我。咱来听到上帝有信心的感言。每一摆聚会当中，设一个敬拜的认为，啊，有因地，咱每一摆的聚会。 听候
信心的因条同在，透过敬拜，咱囝仔来参加聚会的兄姐，拢会当提升甲伊上帝的保守者，并且经历了信心服务的恩典。主何定需要你，咱何定需要主。每一天，咱拢需要信心的同在。也求主，互咱安然平安来到着施恩的保守者，用生命真实来追求信心的同在，亲像落泡无溪水迄一般，因为你是阮对咱家己拜，佫较需要你同在。咱单单要向你，咱也将应当单单要为你，咱会。我要用诗歌颂赞上帝，我要以感谢宣扬他的伟大。搁一在是撒母耳记下卷22章第20到第3节，安尼讲：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我的上帝是掩护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是保护我的要塞。他是我的救主，救我脱离强暴。主是咱的堡垒，是咱的避难所，是咱逃闪的所在，是咱的盾牌，也是咱拯救咱的溃力。伊要救咱脱离到所有压制甲强迫。咱来学了主。咱来用学了主来大声来宣告，咱做伙来学了主。主是我的性命，我会听。主的名伫万民之上，
主是伊玛内利，甲我同在主。主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是受造物的主，宇宙的主。主是全能者，大地所有的恶乐。主是基督，基督是君王。主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我的开恩避难所。主是我救赎者弥赛亚。咱来祈祷来感谢咱上帝，生命源头。咱阿爸拜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应允见老听候你，就圣灵降临伫阮的心上。阮搁一摆来感谢你，亲爱的主，愿你的儿女拢来敬拜你。互你的名伫教会中得到高举，也得到荣耀。所以咱免领受迄圣灵充满，会当活水江河对阮的心中流出，带来祝福，让人得到对你遐来好处甲利益，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信靠你就有福气。愿教会中所有的肢体，伫敬拜当中，拢会经历到你圣灵的洁净，甲圣灵的充满，然后你的肢体会当共同起造甲扶持。感谢圣神的同在，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羡慕的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敬拜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羡慕的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最大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靠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靠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咱煞接要做一个认罪祈祷，来看马可福音第7章18节到23节，咱做伙来读。
那从从外外面面进到进到人里人里面面去的，不会会使使他他不不洁净洁净，因因为为从从外外面进面进去去的的不是到他心里去，而是到他的肚子里，然后排泄。那使人不洁净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因因为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有种种的恶念。这些恶念指使他去犯的时候，偷盗、凶杀、淫乱、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诽毁谤、谤、骄傲、狂妄等罪。罪，这一切的邪恶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真正正使使人不洁净的。咱静静来思考。我有列出下面对咱肉体当中所犯的罪，这个罪，咱拢会当，咱拢知影，毋是定定犯错，但是有些是，有时阵是一时间，有时阵是无挑故意，有时阵是习惯性。咱拢会犯到这个错误，有当时咱无啥知觉。咱所犯的错误虽然是小小的错误，但是对咱来讲嘛是一种犯罪的现象。咱求圣灵来指示，咱需要认罪所在。咱大家来三甲同心祈祷，为着顶悬所犯的过错，也是有其他的过错的时阵，咱求主来赦免咱，互咱会当悔改认错。咱做伙出声，做伙来祈祷。天父的主，你是恩义的永恒、圣洁、圣良的主。你的生命品格互人永无。阮诚实来到你是阮做主，是为着要得到你的恩典甲怜悯。求你所献祭做阮随时同在。阮需要你的光来光照阮。因为我掠到你的心，也还袂较害的做，毋敢面对的做，求你互阮看见，即点阮悔改认错。阮知影，若无信心的行动，阮会阁继续沉沦伫罪恶中。除非听阮的主，阮知，伫阮的生活中有真侪软弱。甲错误的态度，尤其阮伫你所有的罪恶，阮将伊偷还出来交互你。主耶稣，感谢你宝贝，令阮人生就奇妙感，用无比的恩典来赎回阮的生命，赦免阮一切过错甲罪孽，互阮会当一定洁净，互阮真做你圣洁的主。别做事，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是拥抱你，你是我主。你是我主。我的心。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心，为着阮教的体现的姊妹，因身体拄着病痛，因我大来到伫圣殿做伙献拜，主啊，求你怜悯，主啊，你保守看顾，互你无论是伊也是疫情当中，主你满满恩典，公开传传天地。主啊，阮也将阮教会要出遍来仰望你，主啊，阮知因为疫情的关系，互阮人拄着病痛，所以讲阮是阮的经济影响着阮，阮的工作也受着影响，所以讲你要出遍，向上帝你来恳求上帝你来掌管，伫阮家庭的经济，也是阮教会为整个顶里面，祝你满满恩典伫阮的教会顶里面，主啊，阮知这是即届国三的学生，因为即点也来考试，主啊，你互伫3档之前所学习的，拢伫即届要来好好来运用。祝你守住因教育的地位，互因伫未来的高中，无论是甚物款的学校，祝你拢守住因，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学习，互伫未来的路，祝你拢引带因，主啊，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点，咱为着咱教会牧师，为着中心团契小组。国西团队司长干部，在全体的同工，拢着是主的恩典，服侍得到喜乐，同心一意，希望咱能够合一，咱有这点，咱出声做个祈祷。因是你重新的良报，由助你亲自赐下圣灵的油来温过伊，我伫伊的心上，使伊脱离凶恶甲试探，嘛时常互圣灵充满，表示助你对天来的智慧，来代表阮富强教会，嘛搁再一个恳求助你赐下健康伫校牧师甲曹牧师的身上，嘛为你伫教会长老甲执事献上感谢，求助你帮助。咱的长老甲执事，诚做主你的信徒，建立咱教导基督的身体做目标，使伊有教导的智慧的分数，会当帮助甲协助支持校牧师甲神牧师伫教会所做的工，嘛互伊有定有谨慎的心甲祈祷的灵，随时诚做咱教会的守望者，使伊所做的工，主你拢定看顾。嘛，互伊伫厝内底有果水，有助你所有的美好的品质。我嘛为阮教会每一个团体，甲每一个区长、小组长献上感谢甲祈祷。主求你时常保守看顾每一个同工，会当有起初助你保守，蒙受助你分照服侍的心，逐工拢有充满的时间，甲助你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常常使你有较无记忆的心，甲祈祷的灵，愿主你逐工鼓励伊，使伊服侍满有温果甲大大的效果，嘛求主你时常鼓励伊，互伊哪服侍哪喜乐，哪甘甜，嘛哪服侍哪少年，嘛互伊处理拢有自己大大的爱甲体义的心上。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的名祈求。咱第四点，咱为着今仔日服侍人，咱来祈祷，也为着今仔日咱新学生曾小琴姐妹，今仔日咱大家来祈祷，咱做伙一下祈祷。
我经主来好收到咱今仔日两个人工，受到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咱的在人工真辛苦，会当着服务来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去出面，看到咱的突破，也都有每来天主有过咱的信心，等于拢在前面，今仔日来。过程一切拢刚来成的，我安尼过拢是我主要都是这是咱来举起咱的手来为咱福州教会来宣告。主要说，
咱主的恩典，阮每一个人的勇敢，咱为出来，主来求讨。亲爱的圣神，求你透开咱的心，互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对主上帝你有搁较深的认识，搁有感受。主圣神，求你来开阮的目睭，互阮的心会当柔软，互阮会当放下阮内面所有的骄傲、苦毒，安尼原因来接纳天父你对你遐来的怜悯搁有恩典。也请咱搁对头来唱，对天父遐来的听到恩典，会当教养阮用。你。
伤，搁有所痛苦的所在。主要说，互我搁较深来体会你的极大的疼，是对上帝来嘛，接着圣神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主啊，求你帮助我会当体会这。主啊，你的疼人哪会遐大？咱三甲来唱。愿正是阮的囝儿受你的保守，会当平安来度过这边长长的疫情的威胁。阮有福分，搁倒来到伫圣殿伫遮同心主的敬拜你。主啊，阮实在是满满的感恩，满满的感谢。虽然伫这段时间有侪无方便，有侪的惊吓甲挑战，
总是你保守，互阮住伫台湾这个所在，你互阮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祝福。主啊，阮要大头学了你，感谢你，你满满的听，互阮搁较有气力，毋但是坚强，搁较有帮助别人。感谢你，互阮即个福分伫早起，搁一边组织伫你的圣殿，同心聚会，同心敬拜。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做工，来通过你的话来感动阮每一位，也互阮搁较受感动，关心阮身边每一个人。愿你的气力伫阮中间，也通过今日聚会，愿领受着搁较大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安尼，我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基督文来做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我们是你的主啊，下面万国，请求万要下面国万呀，和你所办的事，有一万跟你卖，以后万有应当拢是所有，代代过去，阿门。这位大家请坐，讲遐个这位伫咱线接的敬拜牧师搁一遍来欢迎所有的遐个这位。会当伫疫情慢慢来消散，咱会当较放心倒转来教会来参加实体礼拜。咱的政府讲咱慢慢那伫室内呢，那较使无法度人用1.5公尺，咱就继续搁挂口罩，所以咱表示讲，咱若伫礼拜堂，咱挂口罩参加聚会，拢无受限制。毋过，有关鼓励咱亲像咱遮有较侪空位咱线接礼拜的进程，咱会当小可所有较人的袂要紧，顶悬嘛是安尼甲逐位拢甲坐，但是分好线安尼，互咱大家安有一个足安心的敬拜甲聚会，搁一遍真欢喜大家倒转来，咱大家互相来请安讲真欢喜伫礼拜堂看到你，好无？甲大家请安一下，咱甲时间来到咱的聚会，多谢。即时，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60篇《哥林多前书》13章，由我来启，会众来引。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3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你创造这个美丽世界，日日保守看顾阮，享受你手所做一切美好甲丰盛。阮也是一群受竞选的囝儿，何等的福气，会通伫圣的主日，带着敬虔谦卑的心，来到伫圣殿，来到伫网络的线顶，做伙敬拜阿罗你。阳光满满的上帝，
伫你的面前，阮看见家己的歹，你也知阮隐捌的罪。阮掠做骄傲的事，时常是得罪你的，恳求你怜悯赦免，因为阮无好好尽心照着你的心意来管理保护你所赏赐予人类的世界，全球因为武汉肺炎拍散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主啊，求你怜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愿意来到伫你的面前，顺探你的旨意。伫你无限的智慧计划中，正做荣耀你的器具。无论任何时间、任何环境，我要时时学习听探你的命令，无条件顺服伫你。虽望伫阮的生活中有侪侪试炼，有侪侪挑战，总是阮也有缘伫遮的挑战甲试炼中，经历主你的带领甲保守。恳求主圣神帮助阮，时刻抱着信心、愿望、仁爱，生活伫台湾这个岛屿、这个城市，继续成做一个福音的见证者，传扬你奇妙的救恩。只是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众人伫地，赏赐阮有安静的心，通来领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内心，互阮得到造就。帮赞，从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掌管保守，透过神学生所要传讲的信息，搁一摆带来启示，赐予阮来领受属灵的美牛，得到帮助，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利益。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恭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第一位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7到12节。约翰一书4章7到12节。亲爱的朋友，咱着相听，因为听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嘛捌上帝；无听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亲爱的朋友，上帝若遐尼听咱，咱嘛着相听。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相听，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的听通过咱完全是显出来。约翰一书3章18节，少年朋友，相听毋通只有用话，还是用嘴讲，着实实在在实行。圣经读到遮，愿主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赞美。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天父的双手》。天父的双手，奇妙的双手。你的手，我怀念的手，你的抓我手，当我心情在你记高你，你会看我手，我不可掂量，因为我被。
讲道，今早起新学生有成讲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咱甲听的距离，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平安。因为挂嘴炎的关系，咱拢无看到彼此的笑容，但看到我的鱼尾纹。学堂牧师讲，咱请爱的阵拢用讲数，伫学校。老师有上着一个手势，甲兄弟做伙分享，伊比安尼三位一体。我来解说是主的听，甲咱同在。另外，即摆真流行的是安尼听心，咱嘛会当比耶稣听你，我嘛听你。那因为防疫的关系，咱拢有需要有安全的距离。总是咱的眼神甲咱的手势会当帮助咱较亲密。我只是邀请咱的兄弟会当选择安尼，也是安尼。也是安尼来答咱厝边隔壁的朋友来做伙请安，请。咱只是做伙来感谢，有无罕听阮的爸上帝，阮真正感谢你。虽然现主时的阮需要有安全的社交距离，总是阮会听，阮的心无互距离来拍断。无互空间来拍线，犹原会当关怀身边的每一个亲人朋友。感谢主，因为你的听，互阮陪伴阮无线，也通过今日的经历，互阮搁较明白听。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伫学校，逐摆也是隔壁班先下课，因经过阮的即班的时阵，一寡同学拢会比安尼。阮看到的时阵，心内感觉真安慰，因为心内想，搁要过偌久，阮嘛会当下课啊。毋过嘛真惊老师看到安尼，伊就受到鼓励，搁还有气力继续讲落去。安尼阮就无法度下课啊。每一个人表达习惯的方式、听的方式无啥相款，无啥共款，总是伫听。咱会当看出。用听的言语来表达的时，咱会当互咱的关系更较亲密。无论是伫亲子中间，也是伫咱女朋友的中间。Gary Chapman 即个博士嘛是一个牧师，伊将听的言语分做5种。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就是接受礼物，
第3个是真心的时刻，就是交陪的时间。第4个是服务的行动。第5个是身体接触。咱来看这是代表什么意思？肯定的言语就是人对心内拢希望有得到人的肯定，对心内发出的娱乐甲关怀，会当互咱的心满足，得到安慰。第2个接受礼物，关键就是看起对方的需要，表达咱的心意。第3个交陪的时间，彼此的陪伴，伫自信伫对方的身上，做伙做喜意的活动。第4个活动就是服务的时间，咱真心来替对方来服务做代志。第5个身体接触，不管是咱牵手、搭肩胛头，也是摸头，这种有温度的身体接触。接落来，咱来看主安怎对咱来表达伊疼的言语。肯定的言语，伊用安慰、劝勉、造就、佮救赎的话语来表明伊对咱的疼，嘛来宣告，这就是伊疼咱的证据。第2项，接受礼物，每一个伊所创造的人，拢有特别的恩赐，会当来执行家己的任务。这个恩赐包括着讲智慧、鼓励的话语，嘛有就是服侍的恩赐、祈祷代求的恩赐、陪伴的恩赐，这等等。这是别个人无法度抢去的一项礼物。第3个是交通的时间，耶稣甲伊竞选的12个门徒做伙，因做伙食饭，做伙传福音，做伙有同款的经历，佮做伙去深入的对话，才过一个交陪团契的生活。第4个服务的行动。耶稣伫3年久的服侍的时间中间，伊做真侪的工课服务的行动，伊医治病人，互病人得到好，佮互天命的看见，赶鬼，互死人搁活，这种种，为着表达伊对人的疼，伊甚至愿意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宣告伊是因为世间人的罪来受到刑罚。第4个身体接触，对12个门徒来讲，上界深的一届的经历，应该就是主替门徒来洗脚。约翰福音安尼描述，将水放伫水盘，逐门徒洗脚，佮用下伫伊幼年的囡仔逐因拭。做完了后，耶稣甲因讲：我做主，做老师，就逐恁洗脚，恁也着互相洗脚。现主时的咱虽然无法度亲像门徒做伙甲耶稣真实的生活，总是当兄弟姊妹彼此相疼的时，做伫上细，就亲像做伫主的身上，安尼咱就会当体会这疼的言语。疼这个字代表的是啥物意思？真正有一特别的意思，特别是咱伫中国语的这个疼，伊的诠释真有趣味。伊是新的这个部首，有时温的意思。象形文字的顶半段，伊是一个手用筋仔来砍物件，心藏伫内底。下骹是一个骹，有主动的意思。疼嘛有2个读法，一个是疼，耶稣疼你；第2个是爱，仁爱，佮有慈爱。咱搁来看希伯来语的疼有几若款无共款的字，总是伫新约圣经中间，伊所常用的是菲利亚甲阿加贝这2字来表达。菲利亚就是代表是友爱，嘛是一个智慧、互相友爱的意思。兄弟姊妹中间的疼，啊，佮有孝敬的心，朋友、亲朋好友之间的情谊，也是菲利亚嘛是表示讲人对别人对咱的欢喜，有菲利亚的疼，其实伫人际关系中间会搁较和谐。第2项是阿加贝，阿加贝是博爱的意思。宗教上来讲是神的疼，就是一项无条件的疼，嘛是一个付出的疼。换一句话来讲，耶稣钉伫十字架，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是牺牲家己，这是一个完全付出的疼。阿加贝的疼嘛是一种真正有深度、佮有内涵的一种疼。伊的疼是对全人类的理解，甲伊的包容，是对反对者，特别是对对敌的一种描写，会当讲是仁爱甲慈悲。
咱已经了解疼的言语甲疼的行动了后，咱知影若无行动，一切拢是空空。约翰一书3章18节安尼讲：少年朋友，啥疼毋通只是用话，也是用喙讲，着实实在在实行。疼上介好的行动，就是主动去行动，用真心来对待某一项物件，也是某一个生命，互整个得到快乐。我伫10岁之前是教外公外妈大，我尽管是食外妈煮的口味。有一回，我真少年外妈包的菜粽，我着因为迄当时的外妈伫台北，我着调工去找一间有卖菜粽的店。我真欢喜，真期待。我食第一喙的时阵，我当食着土豆糕米，第二喙、第三喙嘛是共款。我着行过去，甲头家问：头家，你敢是有送毋对？我点的是菜粽，毋过你送来的是土豆粽。伊讲菜粽就是打包土豆。你食的菜粽是伫啥物款？伫地食的？我讲我阿嬷包的，伊足济料，伊就笑笑来我讲，迄是你阿嬷对你的疼，甲伊绑一种特别的粽。我突然间明白，是的，因为我的阿嬷知我无啥爱食猪肉，无啥爱食白米，所以伊包的粽拢有满满的料，少少的米，佮细细粒。我阿嬷即摆90岁，伊定定拢会敲电话互我讲。来客零食，伊拢讲四修啊，还是汤仔饼，我嘛拢会去客。有一回，我国小1年的弟仔就对我讲：“大姑姑，你都这么大了，阿祖还要拿零食给你吃哦？”是啊，我都这么大了，而且我已经改掉食零食的习惯了。总是为着表达我对伊的疼，我会去客；伊嘛为着表达伊对我的疼，伊嘛会常常为我来陪伴。这是伊疼我的方式。伫28个假期中间，我有机会去参加着一个鲁凯族的新郎，甲一个布农族的新娘的婚礼。伫迄个中间有一个仪式，互我感觉真特别，印象真深，就是整个部落的妇女、婆婆妈妈已经结婚的，徛伫台顶；还未结婚的小姐徛伫台骹，因做伙跳舞来欢喜迎接即个新人。特别是对这个新妇，即对新人做伙跳舞入场，足欢喜的。即个新郎跳甲真欢喜，佮打衫脱起来。事后我家问讲，为什么你遮欢喜？伊讲安尼就无婆婆妈妈的问题啊，嘛无婆媳之间的问题，所以伊感觉真快乐。即个画面互我感觉，这就是整个的部落展现出一个温暖接纳的疼。最近咱看见意大利的神父吕洛瑟，伊来台湾55天，伫宜兰来创办圣家明的启智中心，照顾的是急重症的生长的囡仔。伊看到意大利的疫情真严重的是，伊真烦恼，因为伊坐的遮去照顾、去关怀病人，啊个教友的神父甲修女，拢线接来染病，甚至牺牲。伊流目屎恳求咱台湾的人会当来救伊的故乡意大利。短短6天的时间，伊就募款到1亿5千万。伊真感动。毋过，咱若想起来，这减的是伊伫55天前，就先对伊表现对咱的疼。咱因为有疫情的关系，会当有机会来回应、来回报即份疼。耶稣甲彼得有真出名的一个对话，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的15到17节。因食早顿了后，耶稣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较赢食的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答伊讲：养饲我的羊仔囝。耶稣第二间佫对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彼得答伊讲：有，主啊，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答伊讲：牧养我的羊。第3摆，耶稣佫答伊问：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耶稣第3摆问伊，伊就真忧愁，
真伤心。伊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我有疼你。耶稣就甲伊讲：羊饲我的羊。伫咱遮，咱会当看见，耶稣前两届用的是阿加贝的疼，彼得回答的是腓利亚的疼。阿加贝是神对人的疼，腓利亚是朋友之间的疼，这有两个无共款的差别。总是耶稣真肯定，耶稣第三届是用腓利亚的疼嘛来问彼得，这毋是耶稣降给伊的标准。是因为耶稣用迄当时彼得伊会当了解，佮会当做会到的疼来对伊回应。而且咱看到耶稣3摆拢答彼得讲：你牧养我的羊，羊饲我的羊。这就是耶稣交托伊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去牧养。伊嘛期待彼得会当对伫牧养的工课中间，伊会当理解要安怎彼此的服侍，会当真做是一个阿加贝的疼。咱嘛看出彼得真正有做到，伊有做到耶稣交托伊的，伊将耶稣的信息传播去寄卡伫外国他乡的以色列人中间，特别是伫地中海的沿岸。甚至伊嘛看到伊担当起教会领袖的这个责任，经历主会互人提升佮改变，真正做到主耶稣交托伊的，真做一个教会的石盘。这就是主的疼伫人的中间真好的一个展现，对腓利亚的疼转变成阿加贝的疼，嘛亲像约拿，伊所处的背景是伫主前第8世纪，就是亚述帝国不断咧侵犯北国以色列的时阵，伊闪避无爱去尼尼微城，其实是有原因的，毋是无道理，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这是伊的对敌，因真残忍，因会活我北人的皮做成鼓，因嘛会乌人的目睭，嘛会当挽舌，搁会打斩头，等等遮残忍暴力的行为，种种的遮的罪恶，惹耶和华生气，所以会受到惩罚。所以咱会当想讲，约拿听到这个消息要受到惩罚的阵，伊心内感觉对耶和华。惊公义啊！总是当耶和华差遣约拿要去传这个警告的信息的时阵，伊当然真无欢喜，因为伊知影耶和华若要互人有这个悔改认罪的机会，要传播这个警告的信息，就表示耶和华要互人认罪悔改。人若认罪悔改，耶和华绝对会宽容，会饶赦。这对约拿来讲，伊无法度接受。所以伊就生气，而且伊阁无欢喜，直到要求死。耶和华用一丛蓖麻树来考考即个无欢喜阁爱生气的约拿。蓖麻即种食物，伊伫中东世界拢有，而且伊的特色是生了真紧。约拿因为有蓖麻树热日欢喜，嘛因为通夹蓖麻高大，伊出生气。对一丛伊拢无照顾的食物，伊遮尔啊珍惜，何况是规城尼尼微城的人遮尔多的百姓，上帝敢毋是愈较毋甘吗？耶和华对约拿来称明，伊疼世间每一个人，不管是伊的选民、伊的先知，也是毋捌伊的外邦人，伊拢来称明伊的疼。因为疼惜万民是伊的本性，这就是阿加贝无限的疼，这嘛是一个无求回报的疼。因为有行动，咱就知影这个疼会当显出伊的价值。约翰一书4章12节安尼讲：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三疼，上帝就伫咱的内面，伊的疼会通过咱来表现出来，实现出来。通过行动，咱会当经验到看袂到的上帝的同在，互咱得到确信伊是真实的。看袂到的价值，互咱的心甘甜满足。因为甘甜满足是出自心甘情愿的付出，付出大概无拄拄拢有回报，总是伫付出的过程中间得到的甘甜，会成做迄个看袂到的价值。
当咱咧讲疼的时阵，会当对人嘛，平平会当对主，咱拢着拨时间互出来。但时间拨出来，自信伫对方的身上，所有疼的言语，拢会当用伫人的身上，嘛平平会当用伫上帝的身上。讲肯定的言语，做服侍的行动，阁有交陪的时间。当咱将时间拨出来陪伴遐需要的人的时阵，当咱拨出时间来读经、来祈祷的时阵，减无伫遮的时间中间，咱得到甘甜甲满足吗？阁有身体接触，就亲像咱听兄弟姊妹，就亲像做伫主的身上，因为遮拢是伊的肢体。咱嘛真甘愿为着咱所爱的人付出金钱来买伊需要的物件，特别是对咱的主嘛是安尼。其实咱的主无欠因，总是咱来做十一奉献的时阵，欢欢喜喜献上。主伊接受到这份珍贵宝贵的礼物的时，伊的心真正欢喜，伊会因为咱的慷慨，搁较济真实，搁较济丰盛的祝福互咱。若无热情，咱的疼就会变质。因为咱知影咱家己的疼真少，嘛真惊付出了后就会无去，就会无够额，所以咱就会毋敢行出去，毋敢互人。总是咱也知影，咱有一个无长的源头，伊一定会填满咱，咱就毋惊。咱亲像一个是一个水塔，通过疼的言语，才会水到头，将水互需要，搁互伊喙焦的人，也互即个水塔的水，咱来即个水塔的水一降落来，来对水库内的水就会自动来补满、来补填，互咱即个水塔的水会当真侪是活动的活水，毋是变臭袂动的死水。当主伫咱的中间，住伫咱的内面，即份的疼永远无煞。这就是为着要互咱相信，咱相信伊绝对会填满咱的疼，会当将咱的疼来满足，互咱有继续有开来疼的落去。特别是对遐个无可爱的人，也是对的。通过咱的手、咱的脚、咱的心，勇敢去行动，对内在无求回报的疼，是伫外在的行动做伙来发出，来达到用委身、付出、甲献、甲顺服来表明咱的内外合一。特别的是，伫即个疫情的时间，人人拢毋茫有平安，人人嘛拢毋茫得到安慰甲鼓励。这敢毋是咱上好的机会，用疼的言语主动去关怀的时阵吗？无过自信伫因为疫情关起来即道门，是已经看见因为疫情拍开迄道美丽景致的窗。咱做伙来祈祷，有完全的听阮的爸上帝，阮真正有福气，有即顶好的恩典，是丰丰富富搁白白得到。阮会当回报你的，就是去分享、去关怀、去行动。恳求主帮助阮的热情会当持续无煞，用听来扭近阮的距离，甲人甲主哪亲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感谢主，通过新老师互咱一个美好的教导，咱甲疼的距离。咱要来吟修圣诗来回应主的疼。530首，530首，我所亲爱兄弟姊妹。Oh
咱通过首诗歌，也互咱搁一遍来学习今日讲道圣经所互咱的教导，下面咱做一个回应的祈祷，咱求主保守，互咱伫生活甲咱生命，咱听主听人，咱甲咱的亲人，咱的同事，咱的朋友，咱的厝边，咱的至亲，求上帝赏赐咱迄个属灵的开力。咱听上帝，也听厝边。咱搁求主，互咱听家己，甲听别人。求主，互咱即款的开力，活出耶稣基督的听。咱伫咱的心中，甲主回应讲，求主赏赐即款的开力，互咱。咱同心为着这个事，为着这个学习，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受赐互伫阮中间。感谢你恩待阮，受赐福，保守阮伫你听的面向，使到上帝天天来祝福，恩典满满伫阮众人的中间。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伫阮中间，开力伫阮中间，灵力伫阮中间。感谢你受恩甲看顾，感谢你。第二项，咱搁一遍为着即边的即个新冠的疫情，咱第一先感谢主，互咱当平安经过这3个月，也无完全开放方便的生活，主保守咱正大家拢平安。咱为着有好的中央的领导，会当真好的决策，咱为着咱台湾有遮尔好医疗的即个环境，互咱心无惊吓。咱也为着咱每一个百姓欢喜接受即款的要求，顺序来度过即边的难关，咱会献上感谢。咱求主保守，互咱紧紧会当恢复完全正常的生活。咱也求主保守，全世界也有真侪国家，因为因有疏漏，也是有甚物款的环节无好势，还阁有即个感染的即个病例真侪。求主怜悯，也互即个医药也是疫苗，拢会当紧紧来发展，互咱全世界拢伫主的听下面来享受新的平安。特别咱求主保守，互咱兄弟姊妹、亲人朋友，无论是台湾，无论是国外，拢求主保守咱大家，拢有真正的平安。咱也求主保守咱的教会会当紧紧恢复所有一切正常的聚会。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也伫小组中间，大家人拢受到保守平安。咱为着家己所关心的事，即个疫情的影响的，有会影响到生活，影响到工作，影响到事业，影响到收入的，求主拢甲咱恢复来补足。咱谦卑伫主的面前开声，做伙来恳求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你的圣神真主做工伫阮中间。主啊，阮为着疫情的即个经过遮的艰难来祈祷，感谢主你赏赐阮即款的福气，会当带入台湾即个岛屿。阮有好的领导，阮有好的医疗环境，阮有即个专门的百姓，大家互相体谅、互相配合，来度过遮个难关。阮为着遮个受感染的得到医治来感谢，也为着遮个兄弟姊妹会当顺遂度过难关，感谢主。阮特别为着全世界也有侪侪的所在，拄着艰难，求圣神怜悯、甲保守、施恩、甲看顾，求主你也看顾阮全球会当紧紧有好的医药疫苗来发明，会当补助阮所有欠缺，医治阮的健康。主求你也保守阮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会当紧紧恢复各种的聚会，逐项上帝你甲阮看顾、扶持甲怜悯。逐种的团体小组，阮就聚会中间拢无惊吓甲烦恼，愿主的听拢甲阮支持，感谢你。兄弟姊妹，咱最后一项，咱为着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伫遮疫情的过程中间，有的兄弟无论是甚款的原因无法度人正常伫咱教会聚会，兄弟姊妹，求主来保守因，会当心灵、肉体拢有主的看顾。搁一遍恢复伫咱中间兄弟姊妹的组织，也互因心神肉体拢有主的看顾。第二，咱为着咱
所疼的亲人来祈祷，无论是健康，无论是信仰，无论是工作事业，无论是囝儿事业，拢求主亲自来看顾扶持。那特别为着咱的教会后这青少年这2日参加这个国中升高中的考试因疫情的关系都爱挂口罩参加考试，求主来保守，互因会当有上帝的看顾，顺序来完成这个考试，完成人生一个新的阶段的学习。求主来看顾因，咱为着家己所拄着的困难、软弱、欠缺，求主施乐恩典伫咱身上。伫这个祈祷中间，若有兄弟你需要有同工来替你祝福祈祷的，你会当举一个手，也是来表示，互咱同工咱看到你，为着你特别来做个别的代祷。咱为着家己的家庭祝福，为着亲人提名，做开声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是阮甲祝福，是阮祝福伫阮请伫姊妹中间，你的听堂看顾保守。主，我为着每一个参加高中考试的青少年祈祷，求你顾守因，互因有上帝你好享受的智慧、享受的能力、享受的这个忍耐吞忍，互因顺利经过这个考试，会当完成新的一个阶段的学习。现在主上帝，阮为着兄弟姊妹，无论是拄着经济困难，拄着病痛的困难，拄着家庭的软弱，上帝你亲自甲阮扶持、看顾来透帮，帮助阮每一个兄弟、阮亲人、阮所疼的家内人，拢着上帝你的听堂甲祝福，愿主你的恩典祝福、心事恩典满满伫阮中间，感谢罗你。是恩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因为阮伫这边疫情的大挑战的中间，阮全民百姓用上大的耐心来配合，会当互所有的防疫的措施真顺序来一关过一关来完成。虽然我也未完全100%来这个解除，总是阮心实在是感恩，互阮徛起伫台湾这个水的所在。互阮有真好的医疗环境，互阮这百姓，大家人有真好的认知来配合。主啊，互阮因为安尼，更较疼这个国家，更较疼彼此，互相祝福，互相来鼓励。主，阮为着教会献上感谢，互阮伫这段期间疫情的影响，由阮聚会无伫遐长站，兄弟姊妹有的是透过无共款的视讯，彼此的关心。这拢是上帝你给阮的恩典，阮也通过转播，有侪兄弟甲阮做伙同心敬拜。感谢你，阮求主保守，互阮会当伫各种的充足的条件下面，全然来恢复教会的聚会甲敬拜。愿你也继续带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台湾还是伫国外的所在，上帝你的看顾甲扶持，拢甲阮无离。感谢你，用你的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心身肉体，更较有助力享受的平安甲健康。特别是各行各业，会当有助力的看顾，阮重新恢复迄个活气甲活力，也互阮的经济、阮的工作事业，拢会当顺序来恢复正常的运作。感谢你，搁一遍伫你面前献上满满的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奉献。
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一周一金句，请咱先开周报最后一页，咱用台语来读2遍，请。戆人看家己的路最正直，独独智慧的人听人苦劝。箴言12章15节。戆人看家己的路最正直，独独智慧的人听人苦劝。箴言12章15节。报告，这是我来报告，请咱看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敬拜服侍当天，主礼是玉山神学院神研所所长南无一心牧师要来讲道，司会是志强长老。轮接侍奉当天，请咱家己来来看。这是咱先开周报集体交通第3页，我来做简单的报告。咱本会定伫5月31要举行圣神降临节、圣餐甲洗礼，有要参加成人还是小儿洗礼、跟信礼甲信用告别的，请干事这边来提报名单。咱的报名要到下主日5月24截止。第2点就是下主日5月24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请咱兄弟继续来关心大道支持吼。第3点，咱看第4这个教育训练组门徒的训练的消息。第2期富强门徒学校已经对顶礼拜就开始恢复这个实体的上课，欢迎报名伫周间拜3暗甲拜6早起的门徒学校的学员会当照原来的时间来参加咱的培育的课程。伫遮一个欢喜的代志来报告，咱本会王伟鹏长老甲戴美娟老师的大汉囝洪恩兄弟，要定伫6月20号下晡2点，伫本教会甲刘宣荣姐妹来举行这个婚礼。会后伫6点会举办这个喜宴，是伫台南的精英酒店。因为咱即届的这个防疫所以有要参加婚礼的人，也是咱的喜宴的朋友伫1楼有一个会当登记的所在，请咱登记会当甲所有要参加的人名拢爱写起哩，因为是要采这个实名制实名制所以有要参加这个婚礼的咱的朋友会当做伙伫1楼来做登记。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感谢主，咱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咱教会特别的努力来，互即个礼拜的时间小可较缩短啦咱经过1、2个月训练操练大概小可有减10几分钟啦互咱会友迄个时间较袂通大家住即个时间遐尼长安尼主要我有做2项的补充，就是有关第3点第3页的第3点有关疫情甲咱教会聚会的情形这周报内底有写，毋过细字我用简单口头讲咱知影昨昏的即个中央疫情的报告，就是咱已经9零就是9日拢无即个确诊所以若毋是对外口入来，大概咱台湾内地所有2000多万的人，大概拢真平安啦所以咱教会因为即个原因咱有对母亲节顶礼拜开始，就慢慢拢恢复正常的聚会。
虽然有的小组也无倒转来礼拜五的时间，咱家己做调整吼。所以这个周报的意思就是讲，咱主日礼拜，政府若宣布讲会使唔免挂口罩，听讲7月还是8月就会使唔免挂口罩。不过现在，咱来主日礼拜拢应该无受限制啊，就是你挂口罩入来，咱干洗手吼，咱这个量体温，安尼拢会当正常参加主日礼拜。第二是咱周间聚会，也鼓励咱伫5月慢慢拢甲恢复起来吼。咱教育中心地下室吼，咱目前游园就是要开放啊。但是呢，是毋是要恢复拜五的地下室的即个祈祷会吼？咱目前是要伫即个4楼的即个礼拜堂。咱各小组咱家己决定讲要恢复伫拜五无。那因为拜五当时小组就是咱甲教室拢爱开放就对。即点由各牧区家己来协调吼。当然上关键的有几项，就是讲咱的主日学、社区音乐班、圣歌队、乡里团契聚会吼。咱意思讲，咱宣布讲开始会使聚会，但是由咱各委员会咱各单位的首长，恁家己做决定，讲倒一个礼拜要开始恢复。若有来甲咱的干事讲，咱报周报讲某咪单位什么阵要开始聚会吼？咱小组都已经开始啊，只是讲这个单位咱尊重这个单位的首长吼。可能上关键的是安尼啦吼，就是什么阵恢复爱餐什么阵恢复咱的这个咖啡厅吼，就是咱心灵专教，因为这有食物件，搁就爱迄个甲这个喙暗绑起来。所以这咱才由这两个单位来评估，看政府讲宣布，因为咱知影讲即阵伫餐厅食物件吼，改成有开放总是爱有一个鼓励就对啦吼。这两项是较这个较特殊，则由这两个单位来做决定，安尼就对吼。这是咱有关聚会，意思是那一般的聚会，咱慢慢拢要恢复。若会当，若讲这个疫情拢依然继续保持安尼。咱期待讲6月以后就开始会当恢复正常吼。这点请大家带倒互相来配合来鼓励安尼吼。第二项就是咱5月31吼，咱要举行这个圣餐咱特别咱的小会去定制一种特殊的2合1的圣餐桌吼。就讲伊拢做好，亲像一个小小咱的果冻有无吼？迄个果冻的一个小小的塑胶壳内底。有分2层吼，第一层掠起来是一块饼伫顶悬，所以意思讲，咱小会员分互咱大家，你著摕到即个壳就好啊。牧师主持的时阵讲，大家先来食饼，你著掠开饼食了后，咱搁来做伙啉即个葡萄汁。牧师宣布了后，咱再掠第2层。啉落去，啉了迄个客咱家己留的，去等伫迄个回收桶安尼，所以就无迄个开放式的饼甲迄个葡萄汁减少迄个顾虑就对啦吼。嘛感谢主5月31大概迄个时间嘛慢慢已经拢较平和所以互咱大家避万心，毋免惊吓吼，做伙来守圣餐，因为咱4月初的迄个过偌济，咱有暂停一摆吼，有暂停一摆可能咱。到下半年看咱阁恢复加一摆无，因为咱的即个同会长老教会同会就是爱一年爱6摆的圣餐啦吼，6摆的圣餐。真多谢咱兄弟姊妹大家真吞忍真配合啦吼。当然可能咱教会这2-3个月上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讲，因为咱实体礼拜人数减少所以咱的奉献甲咱的事工的经费有较欠缺吼所以咱有缘。鼓励咱兄弟姊妹，若是你开力有够，有缘会当继续关心教会即个经济上的需求，因为有的教会讲交中会交袂出来，你甲中会拜托讲会当互因设法减免啦吼。咱希望咱的教会无即款的困难，大家有缘工作事业、经济收入拢恢复正常安尼吼。用安尼甲咱祝福，也求主保守，互咱会当全面拢恢复正常的聚会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来吟上营的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线，请牧师祝祷。
上。大仁爱装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叫，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就你眼，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自己，是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怜悯赐福，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默祷，感恩来闭会。